地空大师找我，是不是为了找好代志？下暗会出现天狗食月的异象，也是秋香施主投胎转世良机啊！安尼实在足好诶，秋香要投胎转世啊！虽然讲我袂当搁再看到秋香，只要伊会当平安快乐，这就是上好诶啊！秋香本性善良，轮回转世的时阵，自然会有伊的造化。也毋过，我咧烦恼的毋是这件代志。请大师明示。天狗食月，乃是天地间上介阴的时阵，也是孤魂野鬼的法力代志。恐惊这段时间，兵精嘛无法度对付伊嘛。大师的修为高深，假使若无法度对付，今仔因若来找我的麻烦，我是要安怎呢？靠边将一个人的法力，恐惊黑暗结束难度。也毋过，若有你的斗相共，迄都无共款咯。也毋过，我敢若读几本经书尔，恐惊修为还阁真浅啊。董事主，你研究画艺多年咯，也已经画出仙气了。平正就是要照你的笔画的仙气，来保护大家黑暗会当渡过难关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假使若是当保护厝里的平安无代志，那安尼我就听大师的指示啊。我感觉到真强的法力，是毋是？因想要用什么法术，想要对付我？我拄仔看到配合啊，写这侪经文，拢带佛堂内面，但是我嘛唔知伊是创啊。臭灰熊，知影永安毋是我的对手，所以种经文带佛堂内底，然后叫恁当家的人闭伫内面。既然有准备，那你就莫甲伊拼，安尼较袂吃亏。个人行个人的路，安尼敢是较好咧？你是知影啥？永安是天狗食月的专阴之士，也是阮应该亡魂的天下。臭灰熊，无论你想要打什么经，念什么咒，也袂当阻挡我。各位施主，下暗恁就委屈伫咧佛堂，过了天狗食月转阴之时，都无问题啊。是啦，阿妈，大师爱我写6字真言吼，搭咧所有的门窗啦，安尼吼会当保庇咱平安无代志。阿弥陀佛，地空大师啊，是毋是有需要阮厝的人搁安怎配合你无？哦，老夫人，请你带董家长施主念6字大明咒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拢爱有信心，佛祖一定会庇佑大家。大叔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外面咧做阵声足恐怖的呢！你先咯。紧将地公大师的意思吼，念这6字大明咒，请佛祖保庇咱东家一切平安，会当渡过这个苦的来，紧来念，紧。不是，地公大师，你讲大师耍，地公大师，伊看清楚，我是什么人？想袂到6字大明咒的威力，真正是遐尔啊强大。我家在，我知影美伫好旅游的身躯，才会当入来这。阮东家甲你也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要安尼伤害阮，搁来伤害地公大师咧？你真正是老糊涂呢！东家，
玉虎，你辜负我对你的感情。臭花熊，你竟然将我的姊妹啊拍到魂飞魄散，这个仇我绝对会跟你报。姚路，我不准你伤害地方大师，甲上好处理的人。姚路，我是姚路。迄当时，咱两个人遐尔恩爱，今仔你竟然甲我背面！我爱是秋香，不是你。你这无情无义的负心汉，无猜我对你付出一片真情，一直对你手下留情。好，既然你唔知影珍惜，我就留予你死。这爱死的都是你！陆秋，你要找人是我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代志，我就当正规陪伴你。你不准伤害地方大师，我处理的人。而且，我若死了，我得当较早投胎去陪伴秋香啊。啥物？你到这个时阵，还搁伫思念秋香？好，我即马就予你死！叶总，有本事对我来！你竟然用调虎离山计把我骗出来！变成我再苦讲你一遍，苦海不变，回头是岸。哼，你莫讲迄有诶无？今仔日是天教习惯，是天要帮助我处理的性命，替小红报仇。你既然搁在这地步，并将拼这条性命，嘛爱将你除掉。好，腾，好，腾，腾，腾，好，腾。万夫雕刀。臭花熊，你是自己人，竟然遐尔恶毒，要将我完成化尽。哎呀，月光要消失了，安尼袂符。变成起诉界情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会记你下，各位施主唔通离开佛堂一步。希望佛祖会当庇佑大家平安无事。地空大师啊，为着要解救人，啊牺牲家己啦！啊，咱哪用安尼目睭金金看会去受死就好。罪过，真正是罪过啦！阿妈，地空大师若是啥物杀杀的两底，就无让我多对付迄个妖女啊！我看安尼啦，就我来牺牲，叫我多救大家。哎，不用来啊，真的用。咱总免见死不救吧？是我唔好，我唔应该许迄查某鬼你，把恁大家性命拢有危险。我是当家做。不用啊，但即马讲这要创啥啦？阿爹，是我害死秋香的。是我害死秋香的。不要，我不是叫你莫讲这件代志，你即马还要搁讲呢？是我用计，把秋香骗去水边，
是我亲手甲害死的。什么啊？陆勇，起来，这件代志到底是安尼讲清楚？我还是手好代志，这个秘密我惊人发现到，我唔知去受着这恶查某鬼的威胁。我答应帮忙伊，找着地空大师，是我连累你。我好幸福，甘愿以死来谢罪。陆勇，阿叔，陆勇，秋勇，阿叔，秋勇，陆勇姐，你绝对袂当死的，你若死，东家的大大细细要靠谁来照顾？秋勇啊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今日投胎啦，唔通耽误着死神啊！相公，你嘛足清楚的，地空大师若是死，就无人会当主动采魂啊。投胎会当等后一摆啦。今仔日也是先互我替东家尽最后的一份心力。秋勇，相公，你相信我啦。假使我若甲地空大师联合，一定会当挡过阴暗。阴暗一过，彩魂绝对毋是地空大师的对手。操回心，无法度啊吼！好，今嘛我就送你来西天，给我走！秋香，你唔去投胎转世，走来这插什么影子？因拢是我上关心的人，我袂当互你伤害因。笑话，你凭什么主动？我知影我毋是你的对手，也毋过我用我的原形，甲你同归于尽。好啊，你莫阁用这招来威胁我。秋香，我知影你一直想要甲东北虎来世，阁做翁仔某。今晚我考劝你，赶紧去投胎转世。若是等你的原形消散，安尼就袂赴啊！你敢甘愿？规世人拢记袂着东北虎啊！你根本就毋知影什么叫做爱。两个相爱的人，无一定爱做伙，只要撇好的心内底，永远有我的存在，我就足满足的啊！我袂当互你就伤害因，看招！地空大师，我求你，求你保护阮东家的人。去。秋香，虽然你已经魂飞魄散，但不过你也是永远在我的心中。秋勇啊，你为阮东家所做的一切，阮东家大大细细，绝对唔敢甲你放袂记的啦。秋香，过去因为我怨毒，我做出真侪对不起你的代志。甚至来甲你害死，我做个心重。只是我永远都无法度原谅我家，甚至我嘛唔敢唔望东家原谅我，所以我决定要出家食来是我做起所做的罪恶。陆勇啊，阿嬷、阿爹，谢谢你放心。我会逐工加佛祖面头前，保庇恁两位老大人身体健康。陆勇啊，你安尼是何米苦咧啦？因你的，你唔着紧甲陆勇苦劝一个讲。阿嬷，
我若是原谅如玉，我要哪对得起秋香呢？撇好，秋香，秋阿嫂，啊你上火要啥？啊那我要得徛伫遮啦。是不做被念我的一片诚心，为着救别人，会当牺牲家己，所以毋才会保全我的魂魄。而且，伊阁答应讲要互我投胎转世。真实的哦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啊！真好，真好。上公，你对我的爱，我会永远藏伫咧心肝上。也毋过，我希望你会当甲我放袂记，好好珍惜你身躯边的人，毋通让伊伤心。安尼，我才会当安心啊走。秋香，你永远拢是我的好家啊！陆玉姊啊，过去的一切，我拢无怪你，因为我知影你甲我同款，拢深深的爱碧华。我敢希望以后你会当代替我，好好友好阿嬷、阿爹，照顾碧华。那安尼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秋香，你敢真是原谅我？你永远就是我的陆玉姊啊！相公，你这世人会当甲陆玉姊啊做翁仔某，是前世人修来的福气。你爱好好珍惜，时辰到啊，你爱好好保重，请我来走啊！秋香，秋阿嫂。